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学吧》。今日呢，我哋来到平镇，到平镇要到边呢？可能有一间木草屋哦。呢间木草屋，伊係一間書店，書店地度有棟圖書，帶大家來啲看哦。Hello， 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明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哇，今天啊来到这边这田中央，老板你怎么会想要到呢到毕业開呢間書店呢？因为本身做龙塘人啊，那透过从老爸做生啊，做转到香港，有这机会做啲转到自家家乡来开一间书店嘛。就转到呢田洞。都要田洞啊，做的发现的呢间书店係用一个木草屋的概念来做的，所以呢很符合这边的所有的自然景观。係就因为透过我下做听到书的啦，那就对看到书的有特别中意，就想讲有爱用你只书屋的，你木草屋的，你自家做的材料可以当店，你吃到就真欢喜。自家就懂中医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如果各位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到，那书店地度啊有栋斗书哦，你就可以青菜先选一本自己的喜欢的书，然后偷偷给笋红啊，好好来享受自己一本书的美好时光。你因为我太太是真中意看书，你就是书上讲一笪地方有书有抽书，拢大家落咗呢笪地方，做啲前到一本自家下中意嘅书，坐下来看一本书。所以来这边看书真的很享受。外面呢有田园美景，在这边呢也可以靠着窗边来好好阅读一本书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教单字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在这边明珠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哦。第一个就是书店、书店、书店。第二个就是木屋、木草屋、木草屋。第三个比较长一点点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一整句话哦。看到就是书店里面有很多书，书店地度有棟斗書，書店地度有棟斗書。记得下一次也要跟我们一起来学客家话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